喺當代社會嘅年曆中，節日唔單止係時間嘅節點，更成為文化情感嘅集體聚焦。人藉由節慶表達愛、紀念家庭、暫停勞動、釋放壓力。街道充滿色彩，商店堆滿禮物，網路上充斥住祝福同廣告。節日看似無害，甚至美好，但若果我哋換個角度，從屬靈嘅眼光去審視呢啲節期嘅根源同內涵，就會發現好多現代節日嘅背後，其實並唔屬於光，而係同古老嘅異教儀式、自然神信仰、太陽崇拜，甚至黑暗勢力嘅文化滲透密切相關。呢啲節日未必係惡意嘅，但佢哋確實喺無形中建構出一種與神對立嘅節奏同敬拜形式。從情人節對性愛嘅浪漫神化，到萬聖節對死亡同恐懼嘅娛樂化，從聖誕節嘅物質狂歡，到母親節、父親節嘅制度性情感消費，呢啲節日往往將人心引向自我滿足同埋人本中心嘅偶像建構，而唔係指向創造主嘅榮耀。節日嘅語言包裹住愛、家庭、感恩、祝福嘅糖衣，使我哋難以辨識，我哋究竟喺度慶祝啲咩？敬拜緊邊個？真正嘅危險唔在於某個節日嘅存在，而係我哋喺其中所失去嘅辨識力。當我哋被文化情緒同消費節奏吞噬，我哋往往不知不覺地參與咗另一種敬拜，嗰個唔係向住神，而係向住人為中心、情感操控同真理脫節嘅權勢屈膝。撒旦從來唔需要強奪人嘅信仰，佢只需要令人用歡笑同慶祝忘記何謂光，何謂聖。呢個並唔係否定節日嘅存在，而係對一個更深嘅問題提出呼喚：誰定義了你慶祝的時間？誰安排了你的節奏？係創造萬有嘅神，定係呢個世界嘅文化系統？每一個節期其實都係一場屬靈嘅戰爭。你唔係喺中立之地過節，你係喺度參與一種時間嘅崇拜，一種節奏嘅對齊。願我哋唔再用無知嘅順從參與黑暗節奏嘅遊戲，而願意重新校準時間嘅方向，因為真正屬於光嘅節日，唔係用嚟逃避現實，而係用嚟與真理同住，與造物主相遇。